间。肩膀呢哈，那个意思。加油，蓝吹！今日我卡给妈妈几个没动调煮哦。我们家妈妈跟弟弟在做菜，然后结果爸爸跟哥哥。那今天赢得奖金，爸爸就再帮你加一个礼物，当生日礼物。俩红萝卜一片啊，草本里的色素都出的。因为该走出买个东西，先把胡萝卜。胡萝卜素。对，答对了，来。因为白色比较耐洗。没事，我们刚才有这么计较。体积更正。好险。这个加一点豆瓣酱下去腌哈，啊，你那讲我用盐牛肉哈，那个味道又会太热气了。等下係原凍哥體散白走客家炒牛，比在家的好吃哎。一間每套將係做埋每套。你剛剛有去天數不？冇啊。姊妹跳下點獎金，來了，圖爸爸做料理。哇！爸爸好，爸爸好。我直接擺hand機爸爸。都話用啦。對號入座，你看吧。講咧，正見到今日有姊妹嘅啦，又有一個爸爸同奶嘅跳下來到節目當中跳下來頒獎金哦。係哦，錯。然後我講哦，今日兩處哦，記得嘅勝負欲超強。做乜嘅朋友講咧？你都有解除正經特別厲害哦，記得還自己花錢去請他師傅來拜師學藝，味道去教自主。正義同勇氣。咱吹的一片很厲害，然後講哦，Sophia 你，呢個製作單位最正嘅節目哦。結果呢，你咱吹嘅來賓哦，給半日哦，穿賴問 Sophia 看講，我這個半成品可以嗎？這麼認真？對，他們帶來好吃的，還要先給我們 Sophia 檢驗一下，而且是半夜2點。我說他們初賽，黑到 Sophia 給到 VIP 舉手誒。對，初賽過了哈，恭喜。好啦，馬上就非常多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了非常多嘅係有一幫嘅無論都係你節目嘅天朝，而且呢，也讓他們參與了人生新的階段的畢業典禮，新的旅程哦，非常多玉涵姐。恭喜！哎呀，因為講拉嘢哈，高分上榜這個清華大學，恭喜！而且他看起來就很像大學生一樣。嘿喏，那個2歲就強來了呢，恭喜！再過來還有你個親友恭喜師傅，大家好，各位大家好。動作是開始了對 Q 起個眼神。沒錯，而且呢，第一次就是讓我們嚮往的目標。對啊，很期待。一邊工作一邊享受人生。哎，有工作嗎？他都是在享受吧？來這邊有對，這邊工作，這邊是享受吧？工作。好啦，那分享到你風吹慘吹站，係來自新北中部嘅爸爸同奶嘅跳下來哦，分享到係彭元豆以及彭恩格，歡迎。特別拜師學藝嘛，好爸爸。等一下能夠答對鼓厲害哈。動用先，來看一下白金兩歲係來自台北本山嘅姊妹檔，佢哋係讚慶哦，歡迎啊！大家好。哎呦，你看個酷醒住啲哦，而聽動作和表演。錯。來，現在可能有風吹哦，恩格呢當厲害，基本上呢就係動作來上一條節目，對不對？哎呦，佢本身係台面線哦。對啊。看我特別去來學哦。我來看人家煮啊，可以煮甜啊。歡迎姐，本身平常會去做下做菜嗎？哎，快台嘞，他的兒子直接去給他。但是特別為了恩格然後煮菜係嗎？也看人家怎麼做，可以煮甜的。其實為了陪兒子，看兒必須嘛，所以你懂得，你為了兒子的心，爸爸的心你懂，一定要加分。講緊係有鳳門哦，來就地嘞。佢兩隻今天嘅戰術很麻煩啲嘛，就是前面的遊戲一定要先拿分。對。後面可能哦，艾老英講，艾咱處理下兩位阿姐。沒問題，我紅隊遊戲王啊。可以，因為而且他本身上那麼多綜藝節目，應該係冇問題。快比練才就懂不會搞，而且因為他們兩個現在走路線是沉默是金。對，咱處理兩片哈，帶來非常和諧的，而且兩位都會做戲的。來，我們以前哈全部做個復古版，對不對？復古版我把它改做，我們不用色素的紅色的那個色素，我用火龍果打汁。火龍果。對。
那火龙果，对火龙甜甜的。传过来。啊，我哋哈从体的研究讲，乜嘅东西是对人的身体较好。嗯，好，对，所以我都想到，诶，水果啊色素了，用了火龙果去代替。有点甜甜的感觉嘅。真的，咩啊，做伢绿条啊，还没有多一些对呀。，跟外面的不太一样。要放哦，不用夹，你不用讲。你听了不用夹。冇按甜呢，冇会冻甜。绿条七条类的东西哈，意思的香嘛，哦，意思的夹，那地婆就叫吗？哦。较小花，哦。小花。我前後知哦，小看到出啲個，香港佢做嘢嘅，同我做扮以外，即個係做嘢嘅南北插播做嘅50年。 54年，刚好50年。哇！咁講呢，因為佢做南北插播50年，千里姐厲害，做日本料理嘛，哈，做日本料理。金係做師傅哦，佢係做經理。對，不說兩三年都按不會煮出來，請你們高抬貴手。謝謝。遊戲的部分哦，會稍稍的放水，等下料理的部分啊，哦，一啲了哦。冇問題啦，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咯。向前邊看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屋企人之間嘅團結合作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在到正式做料理之前呢，你要先來 PK，今日要來 PK 係乜嘅呢？好，今日我哋考驗大家就係最熟悉嘅基本功啦。基本功我分做兩隻回合，第一回合係技巧，第二回合係文填圖。上到你嘅技巧，各家有沒有想講？我排出馬上來代表一下，我們最有恩格的好，我表起來哦。最有技巧嘅代表起好來以後，就嚟公布多帶技巧去考埋東西。百寶箱準備好了。好來，3、2、1，槍打開來，來放下面，朝來斷翅膀，哈哈哈。哦，一斷翅膀對兩沙女講哦，應該就係算是童年記憶啦，對不對？咁我你一頂下最重要就係，因為有個經典動作就捉葵兒，哎呦，你看啵啵，之後咧開始咧斷翅膀，喺我盤中嘅細節咯，所以看到你一頭斷翅膀嗰陣時，有何事會發生呢？超幾多時間？等一下呢，我們的比賽就1分鐘的時間的限制，最後比的是馬年哦短的翅膀下多粒。好，啊，最後剩下這一大堆不算一顆哦。好了，講太多了，好不好？恩格，主要是我讓恩格先有點心理準備，可以的，因為你們真的是要靠前面的遊戲贏分。誰說的？爸爸有啲俾老師傅紅哎。係啊。60秒鐘，來繼續搶開始。好，不要優雅，不用優雅。很棒，啊，要計係，抄，對，很好。在台底先讓佢搶，對不對？小心哦，小心，因為還得捉快哦，怕中間會斷哦。不是很好弄。對，沒關係，所以你分，沒關係。一張是一地哦。對，分圈幅先讓佢落來。哎，分圈小小的沒關係，沾一點花生粉，沾點花生粉。好，你先不要夾，你現在全部到這裡，因為等一下還可以2分為1，很好1分為2啦，講法。你看我多簡單。考你都動簡單啦，做你都是動難哈。哎呀，因為阿姐跟阿師大佬來講哦，一拼衝氣都會走。30秒了，30秒哦。哎，先放這裡，現在因為你等一下跟他2分為1，又講錯，1分為2。等一下，時間會多咯。等一下，你先切，最後。哎呦，全身被你噴粉。慢慢。等一下，現在時間差不多了，先給他1分為2，又講錯了，2分為1，1分為2，2分為4，4分為8。好，現在開始分享，倒數了，不管長一定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給面，快點！好，聽住，當音機啦，啊，好。你怎麼按水上了？因為我是要負責宣布成績，但是沒有想到我們會。哎，他的手掌地嘛。我覺得是隊長的問題，因為隊長太吵。不是，姐姐是要給你穩定的力量，有穩定的力量，對不對？沒有，因為我們姐姐給拼鬆西哦，緊跟還就短期吧。她請客人吃的時候都安台的，我們沒有那麼小氣啦，哈。應該很安優音啦，但是這次比賽 Kido 一種就是公平公正，但是又不是很願意的這個角度，他們搶出來4分。不來，應該不需要花太久時間。不用50啦，那我們先算紅邊，好了，來，師傅幫我算一下。 2、3、4、5，開。
都要分開啦，有錯，清楚都要分開啦。算得很乾淨。好了，沒有可能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一、兩，要送爆卵啊！先好兩嘛，求良心嘛，朋友。两姐妹的感情可以斷嗎？你說，你告訴我。兩嘛哈，哈內兩呢？他們家還有其他姐妹，對不對？有沒有姐姐？有。公片呢，兩隻片啊，嗬，個群人飲重下，又話飲重下，嗬，兩隻哦，嗬。感情深厚沒？對啊，冇辦因法哈。為緊緊啦，因為阿姐有給平常時時又走盤桌啦，他請客人吃都是他台的。但是我們遊戲還係比賽故意在要講清楚，所以我們要宣布風水倆配合讓你嘅富。我沙沙球的群客提你配合了。三號輪嘅天衣配合，你要比嘅係穩天兔。有看到做蛋糕倆掉，哈哈，鵪鶉蛋出來了。我們爸爸懂穩天哎。跟穩天兔點下用啊個快樂，香港製作單位正經當跳線看，家下短翅膀時節用係做快樂，你一下係用動物嘅繼續塑膠快樂，然後佢夾起來。夾到對面了再復盤，用嘅時間最少嘅處吼，得多幾分。但是要記得哦，狗腸凍上假使你夾到哦，佢煸開來見黃就直接算加10秒。OK， 來。好，兩位線上準備好了哦。好嘞，請開始。爸爸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姐姐加油！很好，聽聽啊，穩穩。加油！哦，穩的。兩，這樣，真緊要穩呢，哈，要厲害呢。你要偏西側咯，對，我們西側咯，從這邊開始夾沒關係。你要偏5側咯，5側咯，5側哦。可以，我們沒有說不能掉出來，左邊是不能裂開。個夾卵字哈，哦。其實哦，寸和小卵的時節很難，因為它沒有其他的輔助力。長棍長了，長仲棍按樣啲啊，因為你該要水啊，你讀到水又幾慳啊吧。哦，佢挑聲夾到當好要嘛，兩邊外生咯，外還有寸洗粒停哦，洗粒咯，來倒數3顆哦，加油！6，你緊講，你緊講，好，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，莫緊張，哎。用前面前面，調前。你兩隻可能係皮蛋呢，我不要講話，我不敢看。你這兩個一定要做乜嘅啊？都緊張嘛，容易好啊。肩膀哦，看你用時間。肩膀呢哈，哎，那個意思。懶吹加油，懶吹。青兒姐，你也可以一起暢銷。對，我們同一隊的。這個有孔的嗎？哎，他不是9孔嗎？9孔，是9孔嗎？紹興是不是要留一點最後？最後直接喝。準備爭啦！咁即係兩個一定要做乜嘅啊？都緊張嘛，容易好啊！用氣嚟看你。唔係，好，擺上嚟，擺好嘞！哎呦，哎，這顆是生那個活的，是不是？對。哎呦，唔怕，不要，我們不要給他壓力。好深呼吸。現在沒有攝影機，你現在在家裡面。差一點，差點的。差兩把。蓋到。好嘛，慢慢來，甜甜來。可以，不要放棄。不要放棄。然後呢，該快就洗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各位觀眾，夾完，我們一起說大壞蛋。夾完，該快嘅要少少都去處理下。為什麼都揪起來？冇啦，你快嘅少少都去處理下啦。還是你幫他，你換一個人你說我來都一起快。換青兒姐夾。好了，今天動男哦，平的讓他上去。不是大顆反正這個蛋真的很滑，它就是上不來。看很簡單啦。你看弄不起來。1、2、3。讓你嗎？我覺得雖然傅宇聰很明顯，這個師傅需要就定位嗎？還是要嗎？要啦，檢查一下，檢查一下，好了，檢查一下，好。你需要一個一個這樣可以拿起來，也可以。對，你可以檢查，咁就翻緊啦。非常完美，只有這樣講。好嘛哈，好，藍錘，不可能藍隊還要扣秒吧？啊，冇難啦，係啊。但是來緊跟恭喜菜誒，就雖然風吹離下擺好有得到結分，但是我們給姐姐掌聲鼓勵，運動加精神，運動大進步。
还有哦，道理啊，再配合基本功的部分来共谱一下，风水得到中强系良分。我们真的料理要变转来。亚一比他们的太太给暖身了哈，开机了。今日也来看一下，你嘅玉芳师傅我带来乜个好料理，老太太分享呢。主厨素卤菜。今日你玉芳师傅带来乜个好料嘅听太太家生呢？先来请问一下菜名係乜嘅？干锅包鸡锅。干锅包鸡锅。好绕口令哦。好，来，可以开始菜。也係鮑魚。哇！風葱條、蒜條、姜媽。哦。那呢兩個醬係乜嘅？也係加海鮮醬。啊，啲啱有滷嘅，啊啲係紹興酒。啊，紹興酒啱不用凍久的哦，點不靠不用凍。成年的。係成年，你有看嗎？你不能騙他哦。你平時因為我在賣酒啊。你批款啊？你批款啊？我在賣酒的。你看這個有幾多年呢？批對的話就要加分。這個沉。你有批過嗎？東香很沉的感覺。總之你冇一定要做料理。我們怕不夠啦。得轉來哈。好來，我哋哈先來從啲鮑魚啊，做紅鮑魚啊，我有先燙過。好，先燙過以後啊。它不會揪嗎？唔係，是按樣停，燙差不多30秒到1分鐘，你去攞，我點解會薄嘅哈？有啊。注水沒？燙過較好薄。嘿，燙過好薄，也是糜的。對，9孔包到底要怎麼判斷哪條係糜，哪條係愛？也是糜，其實你未做得死的，上擺以後，我哋年都做啲炒雞、辣椒、葱，攞啲 XO 醬，誒，凍河水，好嘅，還有它的消化系統啊，對啊，嘴未糜啊，糜的哈，因為你燙過咧，哈，燙過所以一定要落去煎，哦。切花。你賣轉來是上嘅，唔係上灶嘅。是啊，因為啊灶嘅係要泡發啦，冇強壯，我就先來切葱啊。啊，怎麼給落去切那個刻花？比較快熟。哦。對啊，較好煮。但是鮑魚做在生猛熟的吧？可以嗎？他不建議啦。建議。應該係講隨便用乾鍋。乾鍋吃咧，乾鍋。所以就已經燙。乜個用途？做保溫。哦，煮好了還有保溫。從啱就點解用個三杯雞啊？是不是石鍋拌飯那種？差不多係咁樣。三杯雞沒煮好，不用一個乾鍋。款師傅切出來很療癒哈。對啊，一定要燙過咧，等下較夾，是呐。較夾。款啲手腳個按夾咯，應該剛短期把很肌肉嚟做。而且從此之後，詹家姐妹都母乳懷耶。有陰影，看到筷子丟掉。都用從此之後。你啊，做師傅哈，切入毛夾做唔得啦。係啊，我本應會給客人催餐。看哪多都疊。香個一講款。切個帶切個到位哦。好，勁哦。完了。去骨的哈。去骨的雞腿。你係肉雞哦。哎，師傅，你挑白咩度跟用嘅地背度會落去挖一下斷筋。一根肉。兩百50，因為我哋還有做係切個蛋嘅是50。哦。但如果貴地落去煎就愛。係愛。目前的修啊。啊，幾愛。他30年前就切過。我買哪塊耶？一天咩都唔會卡到嘅。係咯，乾煎嘛嘅加油。然後蠔油一點。哦，先醃，蠔油。你發現到，你先滷一下。啊，我知咯，佢當外講菜係因為買啲嘛。哦，他節目經驗超強。真嘅呢？沒有了，沒有。一爽，一架自如自謙哦。有上過什麼？有上過什麼？美鳳姐，美鳳有約啦。椒末。唔是。啊，師傅，撈睇下講緊係加乜嘅？看你加雞調油到湯，都給有顏色，入味。對。還有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因為它趕緊煮好燜，而且要給它按摩。蓋餅有時唔是加按豆油啦哈。兩寶跟愛先加熱哈。燙燙哦。哎呀，你美工動效，這種鐵鍋也可以用電金爐哦。做對啦，鐵的東西都可以。哦，對，導熱。好的。應該技師沒係講，就是像一般煎 U 排嗰種鐵板沒做得按用咖喱。做對。哦。你一定要煎成條擦按樣，然後倒轉來，全部鮮香都落去炒。費用。講到嘅紹興酒吼，阿玉姐可能未了解哦。哦，因為佢到日本店嘛，總是做凍酒呢。可是日本料理應該係飲茶可以看到。飲清酒。紹興酒就是要問我們的袁棟哥。哎呦，歡迎來佢就飲清酒誒。
他很会喝，好像没有醉过。花3是这个太淡了啦。对啊，昆景还是低。绍兴比较多，然后多。 58很强哎，不会比较弱一点。全部是高粱，爱喝酒的全部都讲出来了。香味出来了，有哈，以为香味还有以为最该简单的调味时候咧，放啲门头油落去个，你睇睇油加调油落去，佢嘅什么是下香？没够脑啦。差唔多好咧，我哋去咯，哇，好香呢。你看，你等下要全部拌在一起。 哦，它这样已改经拌熟系吗？的莫是爱煎包哦，煎包哦，看你用什煎，煎包呢哈，哎呦，那个意思。煎包冷吹加油，冷吹。用的判断9孔包已经熟的 ：A. 观察呼吸孔的数量 ；B. 看节目 ；C. 好的硬度。来，掌声鼓励。一块是高铁的，太厉害。木跟深浅度，好，各吹拍一个推表，先来猜拳好不好？青玉姐跟元栋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，你看，棒棒，你喜欢什么感 B， 你确定吗？每一个的深浅度还蛮平常哦。那个青儿姐，你也可以一起唱腔。对，我们同一队的。观呼吸孔，这个有孔的吗？ 哎，它不是9孔吗？9孔是9孔吗？油炸孔啊，都係油炸孔哦。壳的硬度，夾要時間嘅哦，應該係除袂好咯。好吸好了。好，来，那爸爸要选哪一个？没有 B， 就我选 B， 颜色的深浅度。到底答案係哪張哦？答案是 A。你给我认真哦！认真呢？哎，真甜呢！其实我有想到，呼吸孔的数量有啊，9孔。哎，9孔包生长在暖水海域，生长的速度比较快。在台湾盛产在东北角一带。9孔包的外壳的孔会随着它的年纪而增加。当有9孔包，有9个孔，有成熟哎。玉涵姐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我真的想看，所以跟谁虚这边那有9孔才算成熟。嘿，哦，哎，真的，你数一下，你数一下。它就变8孔、7孔。 7孔会流血的，白菜的，这个是学问。不能带转移。好，好，带转移。大壮去送你啦哈。哦，從一啲從兩片哦，從兩片要從一啲要煎兩個時間，高溫落去煎，又要擦按樣。高溫煎的時間本機該鎖住機的水分啦哈。嘛，都唔得整修太久。開始炒咯。硬踢，硬，哎，可以慢嘅先炒，變叫嗎？叫媽先炒。叫嗎？叫做嘛，不用叫嘛。從你一食，從我哋大家做嘅乾煸雞肉，也上不到3杯雞嘅上。哦，啊，切片的意思係味道。下腳。哦，香味出来了，香味出来了。蒜頭、紅蔥頭。佢表兄先會切片哦。誒，按下腳。还有洋葱，誒，洋葱條哦。蒜苗先落去。因为这个一定要放。就暗香咯。哎呀，暗香咯。一定要洋葱。好，哎呀，好的。再有甜泡。葱白。都不用放糖，我们都没有放糖。不用放吗？我都没有放。哦，那我就偏要放。没有啦，可以问小因为我们的洋葱就有甜味。嘿，好，從頭先嗰陣醬油落去。哇，當橋哦！只有利用那个油。嘿，紹興。绍兴，绍兴是不是要留一点？最後，最後直接喝。今日福卡嘅媽媽應該未動手煮喎。我们冇太妈妈跟弟弟在做菜。然後結果爸爸跟哥哥。那今天赢得奖金，爸爸就再帮你加一个礼物，当生日礼物。俩红萝卜一片啊，炒粉皮嘅色素都出来。因為該走出買嘅東西，這盤胡蘿蔔素。胡蘿蔔素。对，答对了，来。Here you go 啊，好油好油。不是海鮮醬。海鮮醬嘅到底地步係乜嘅啊？從調味料，綜合調味料。
佢咪要加，你慢講。蒜啊，什麼？有誒冇誒？有點像蒜蓉嗎？蒜蓉咪有一點誒啊，可能照炸樣有啊。係咯。要做啲放錢酒誒。有沒有帶嘛？你要帶紹興酒啦。哦，還有醋呢，還有啊，貴罐呢，貴罐啊，貴罐啲料貴哦，成年的哦，你不用凍久的哦。這可以配冰的。等一下那一罐試吃的時候放在藍隊旁邊，謝謝。先把自己灌好，你要用母乳出來哈。味道要夠較香。又加幾斤咁樣強用呢？那個酒氣。水一點啊，水一點。水。做乜叫加水啊？翕一下。係，幫佢翕吧。哦，好。好笑啊！放。哇！哦，真的。放每次加放其他的海產啊，係哦，阿公啊，公腰醋啊。係啊，乾貝未做得啦，奧托羅未做得啦。奧托羅做得？做得啦。這樣不會就是先後順序的，先後順序。差唔多咪好咯。嗰片我做乜嘅？做乜加一些油都嘅啊？要不要洋葱變下來？哇！洋葱統一片炒。哇！哎，怎麼香啊？嗯。那個鐵板燒起來更。方哥你好帥哦！帥翻。真的。好的。好。他會說我本來就帥。好啦，變下去。這沖挑店都係鋪台呢。鋪台炒。那道菜我要那個聲音，收音。聽得到，很大聲，很大聲。哇！有。嗆回去，哇！好的，蒜苗。方哥啊！太香哦，小心哦。乾鍋、包雞鍋。安陽就好食嘍。其實不帶了那個按茶法嘅乾鍋包雞鍋哦，那你笑聲，愛笑聲棒啊，沒有你的，哈？怎麼我的那麼捨得啊？初一15吃素嘛，今天剛好初3吧。初一。哦，這樣子面對的真緊。來，那個鮑魚好 Q 哦。哦，啊，好吃了。真的，我開場開對了，爸爸突然走療力啦，爸爸。韓劇是有辣嗎？還嗎？可以嗎？好吃。有認真嗎？有。健康部就這樣不養生。嗯，沒問題吧？沒問題。請我叫醫生。好。我要加1吧。沒有。看得出來，你看台咖日子這樣，連這個蔥絲都吃乾淨，吃光，你就知道做的有多成功。真嘅，做人很成功。嘿喏，做人很成功。哦，先幫爸爸啦，給爸爸一個掌聲啦。玉蘭姐給我們一點指教，吃起了春用版的鮑魚的 Q 度跟那個雞肉的嫩搭得非常的好。然後因為是搭蒜苗，超，哎，它的味道是更加分。超，而且又嘟嘟會加一些燒鹹酒，你也喜歡嘛，對不對？有面我胸痛哎，你給人家偷爆料。因為你讓他畢業了啊，兒子畢業他可以多多品嘗。哎，可以微醺啊，可以微醺。好啦，我先配下呀成績啦。目前呢，馮翠喺度啲紅粉藍翠繼續加油，馬上來進行最關迷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。兩翠這段只聽嘅題目，第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走咯。今日最關鍵關呢係啊嘅家家出好菜，唔過唔同可能你有嚟出乜嘅？然後你講，我家下跳考的大字報，你看最大的字就是經典客家菜。啊，講到經典，仲講到經典哦，你會想到係乜嘅？跟我一聽我團，已經4文4朝喺地位都一行啊。一聽係係啦，家炒肉。
哎呦，因为经典啊。所以制作单位不莫本 any 失望哦，假使真紧的客家草牛，我们蓝水真紧有机会哦。我们爸爸也有练习哦。那拜托公布一下黑客家草牛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黑马开嘞，客家草牛。感谢制作单位感谢。来问一下凤翠，你要个客家草牛，你有乜嘅特別的素材冇？礼拜我特別新竹口音牛排炒。特別去新竹就是这一道。哎，平常是按摩唔知足啊。爸爸有準備好，設計幾多擺，從細隻到大。唔對。唔看，手不出来啦，看唔出來啦，係啊，已經冇問題他啦。口能给龙沙还紧紧附充的 cam 戏，他有可能高手真的是有隐藏起来。高手很可能是恩格，对他，你看他的手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他的手嘿喏。好啦，最杯面罐要拿出上過來本睇下糖。最杯面罐有星星冇？有。哎呦，来看一下，蓝脆的鸦片，白欠的鸦脆，大概好姊妹哈。这个客家草牛对你龙沙来讲，小 case 啦，蛋糕一盘啦，嘿哈。葱菜得煮啦，嘿呐，葱菜得煮，对。上串安用煮啦，都会是客家草牛。嘛是得做进阶的俺本地的大埔腔的个东市的个炒饭冇共用。哦哟，对，因为哪都有冇共用，一定不能规下哈做一锅来炒，咁每套都冇共哎，而婷婷爱用表。那阿娥姐刚刚有跟她讲到哈，就是一定要做出这个大埔东市的 Q 门，冇问题。相信给龙沙姐听冇问题，龙沙有信心冇？有。你看，冇問題，讓崔隊已經準備好咗，馬上來兜三3、2、1，唱開始咯！莎莎退席了哦。向下走。客家草牛啊，真嘅，我真的會受不了。这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，客家你摸食过客家草牛的，你叫客家人吗？而且那個三層牛一定要够肥，一定要有皮，一定要憋到。要不要？你的不要太大聲了，我都要。那就真的有憋到。那款要低调，因为拜师学艺的，爸爸冇問題啦哈。没问题。爸爸也是家里的内勤嘛。爸爸，我退休了。我是家里动嘴的。爸爸之前係做乜嘅？银行。哎呦，刚退休。哇，銀行老闆嗎？银行老板，我们就要铺红毯准备喽，直接颁奖喽。不过有家问题哦，按结讲哦，本来是土眼楼太穷下来，跟弟弟来。那后来是爸爸出战，但是给我看给妈妈应该没动小猪哦。我们家是妈妈跟弟弟在做菜，然后结果给爸爸跟哥哥。不是啊，我說給六才了，比賽啊。对了，游戏了。對啊，遊戲我們先拿2分呢。祝妞先了，不要，來爸爸。祝妞。我比較好奇，你哋姓周紅，那我們啥紅哦？他不會是跟徐玉芳吧？没啦，风厨师入口内哦。口音主体啊，苏北兄弟嘅口音主体。手八嘎。没。哦，手八。不是通都有。你不會切菜對不對？不要笑人家，師傅。切哦。人家是坐辦公室，你想給人家怎樣？內勤。要切，爸爸很擔心，一塊太細一塊。景景，我覺得玉涵姐她講得很好，雖然款起來切得冇順，但是切的都有太細挑重用。豬肚喉啦，對，一定是處女座。不是雙子座，雙子哦，又是搞怪，生日快到了呢，狗胎的樣子，剛過。對啊，總年上年快樂。那今天贏得獎金，爸爸就從銀行裡面再幫你加一個禮，當生日禮物。Hello。等你了，謝謝。抽給你切。他不想要聊這個話題。哇，先幫你皮下聊。等一下都上來哦，哈。好。爸爸，大紅兔要有憋到哦，一定要憋到才換另外一樣。還有拜師學藝啦。哦，你有冇嘅東西咯？素食嚟，因為你下人牙齒較無好，然後是個油哦，用啊，用臉代替油，但是它的味道今後，那個味道很棒，是素食的，但是它是蕎麥做的，也是健康的，吃起來比較健康。你很對方哥的胃哦，因為他對健康食材蠻有研究的。他們還有準備，你看2包太麻蓋。657，兩個這個研發的。研發乜㗎？啊，這個研發就用那個紅曲的煙，走馬，做像你酒釀啊嘞，好，做像酒釀啊嘞哈，啊，我再加一點我想要的東西。馬給。有一點豆瓣醬，
这个加一点豆瓣酱下去腌哈，啊你那讲哦用点牛肉去哈，那个味道就会很怎么样？会很哦，安乐死了。啊，该包油嘛，该东西。来，该包前面。这个就是我代替五花肉，为什么？在呀。对，不是，那个真的肉啊。要猪肉片哦。对，梅花肉，梅花肉，对，梅花肉。但是洞英好是哈嘎炒又觉得是该配肉，你用想讲慢做猪肉片。对，我希望讲老人家拢是得肉。是啦，老人家咬我啦，谢谢很贴心，因为放够肉肉哈哪只有紧紧刚刚红，很好。应该说老人家，没有，我刚刚还有很好，就会想到第一个会想到老人家。你拿起来就没有火。我嘛第一个我留起来咧。按时好嘞哦。安尼做好咧。你有洞血怎么翻？因为我这个通锅嘞。等下，青玉姐为什么心情不好？还停留在夹蛋吗？夹不起来，还在那个。来客好讨厌，按蛋还在想哦，还在想嘛。坏蛋呢？那个要模糊，好爱用起模糊。报告啦。红玉姐哦，其实去做个料理，日本料理传统经历哦，做冻球嘞吼。对，做几多年啦？32年嘞。都调通给特别日本料理店全部。对，中山北路嗰边用诶。咱睇一家煮菜吼，你啊红萝卜一片啊炒粉去，跟色素都出来。哎，感觉你有看方哥的节目哦。一会该走出哪个东西？煎炒胡萝卜素。胡萝卜素。对，答对了，来。得1分了吗？师傅，我得1分了，恭喜你，谢谢。胡萝卜素，对啦。好，你等下给我都出来哦哈。好。呀好，我们厉害的地方，我们把它分开边，因为呢，它不可能比较别动，要比较久。两片的炒法都冇强，对。啊，两片的炒法很好传统。哎，恩格，你是都推杯台吗？我喺度推杯台没有。哦，你没都推杯台。而且我弟很难过，他不能来。来就说明珠吗？我就说对，明珠姐的节目哦。怎么比奖金还兴奋啊？恩格，收敛一下好吗？这先下。这个先下。因为白色比较 nice。没事，我们刚才有这么计较。紧急更正。好险。好险！比在家的好吃。一間梅湯將係煮埋梅湯。你剛剛有去吞樹啊？冇啊。哎，恩格，你是都推杯台吗？我喺度推杯台没有。哦，你没都推杯台。那动人 NK 没都推杯台。元栋哥，你喺天二台都台北，也係天二台。天二台。天二台。你係天二台。爸爸幾時接上來去做馬嘅咧？爸爸。哎。在時差。啊，叫幾多嘅來兒冇兒啊？那三妹兄弟一在落嘛。哦。沒動辛苦啊。那恩格，你懂佛卡就連結嗎？没有。跟爸爸沒有，所以爸爸以拜師學藝的時間，你在幹嘛？你在幹嘛？上班。賺錢呐。咁你點樣用來報名咧？就剛好有緣分嘛，而且我弟很難過，他不能來。來就說明珠嗎？我就說對，明珠姐的節目哦。你怎麼比獎金還興奮啊？恩格，收斂一下好嗎？啊。我覺得這邊可以先關火。對啊，差不多了。然後你那邊等一下煸好再過來，那邊還可以再煸一下。元棟哥單手煮菜很帥。對啊，一隻手啊，因為。他那夾帶也是單手啊。我在家都沒看到這種畫面。爸爸，綠色也剩下。他這個對，這個先下，白色先下。白色先下。白色先下。這個先下。因為白色比較 nice。沒事，我們剛才有這麼計較。緊急更正。好險。我保護着。你藏起來好了。哇，這個媽媽看到這集節目會很感動。會凍沙皮哦。哎，可是哈，這個一定要討論一下。等一下會加一些米酒嗎？還是我們紹興有剩哦。最後才要沏一下，對不對？米酒還用啦哈。還有肯定也是要吧。還有香油。你暗示會不會太明顯？啊，不是，我是隊長。啊。你直接跟他講要加不就好了？好了，那我們的冇問題耶啦，準備得獎感言。準備跟你弟視訊呐。今天很強哎。係啦，記得上經驗動向，你看一下。冇問題哈。好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。阿姐，你這個一定要接觸到鍋底，你這樣溜皮的是摸佛哦。因為都大部分都熟的，啊，濃熟的，
我是把它搅拌辣辣的，对，辣辣。好，看好了，但是这样做蛮表的。哎，手好嘞，好嘞，来给秘密武器呢？我的秘密武器来了，我好我的秘密武器。哇！人家做妈囧马上做哎，这个自己做的。哇，你看，它地板还有猪油呢，看到？啊，没有，那个不是猪油。 No， 不是。在呀。 No。所以你要在原因做的行吗？做的。走，我们那个猪油片呢？红起酱做的是，不是 for 啦。你用筷子那么厉害，刚刚应该换你出征了。对啊，他会夹到。不要再提到筷子。好 ，OK 了。哦，中盘的哦，准备都算了哈。准备会非常感恩的哦。啊，多少？现场马上来都算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吃看啊，最杯面一关，那要开面时间真的喽。你客家料理地图最经典的那个客家炒肉，里面肚肚后有2种无穷的面食哦。大家来吃看啊，你风吹的客家炒肉。客家炒肉食之前，我先劈开香面，再有客家香。有哈。韩国，你还系原冻哥提散白走客家炒肉。但红酒比较多。豆腐罐别到冻好些咯。比在家的好吃哎。因为哦，假使真正讲记得提散白走，走走安用天哦，你真的有天分。对。你回家完蛋都是你煮了以后。妈妈有看这集节目吧？快台嘞，快台。传牙看。两位阿姐就买几高喏。做事的经验真，每头火候当中间。大部都在谁洗？对，对。情侣节之后呢？因为要木棉毛揪揪呢，我惊咗，你咪拿到快係嘛？嗱，一上嗰啲卵嚟夾唔好。而家噴魔卵。魔卵咧，冇事啦。睇製作單位。一本鬆本好冇？一間每套將係煮嘅每套。這樣煮嘅面啊？哦，你剛剛有去天數冇？冇啊。唔怕嘛，你一下扮就食攬出嚟嘅心情會下好。來，煮一切撇出嚟凍水嘅口味，就要加落嘅做麻醬。哦，懂人，蔓延都熬得了，哈。对，对，它梅花肉嘛，哈，因为五花肉连它卡摩尼中的，真紧卡摩尼。真紧，因为一般冻我不是客家炒肉，加油干啊，加猪肉片啊，硬。对。但是你都有大红写出来，全府入口即化。做麻酱係靈魂呢，靈魂。很清爽。对。哎呀，較好食。你要講什麼會煮嘅真緊較好食啊？哈，懂好食啊？哈。你要放那個青頭，放那泡米飯青頭色。真的很厲害，因為客家炒肉大家好，一天會炒，一天會鹹。不過長期都有按用煮法的，它的凍好鹹，係體日版嘅按用鹹豆，真的非常厲害。那還有攻學菜，因為這真的是我們藍隊的戰場，宮鬥料理。家下分數雖然冇得到。風水得到係2分，不過最重要係要看下最尾一擺最重要的一戰，到底幾多位得到幾多分哦？到底今日最杯面一關成績很用班呢？風吹搶分數。哦喲，5分，加上加下2分就係7分。藍隊的壓力來咯，因為加下冇分數，來看一下最尾位得到幾多分，藍隊搶分數。哇！你係5分，料理係2分，咁我最尾嘅結果係恭喜風吹人咧。玉涵姐先講評，先講南區好南區也算是那個創意料理，照顧到老人家的牙口，這是可以值得被推讚的。不過客家炒肉的米絲米頭啊，冇啥上土。也鮮味，肉的香味差失敗，一個紅脆呢，第3擺左右做安好，豬肉又黃的，豆腐乾，也香味都有出來，綜合起來那個最後的醬香味，我覺得表現得比較好一點，些許領先。鳳哥來，換你溫柔咯。我講了風吹。太慢了。用下你咯。誰來？風解紅對2分去凍大餸嘅點勢講話，佢解青菜重送，是着重送，
哦，中山叫梅头摸出来摸炒出来啦，是这样，还一点是讲东打上一条豆腐干，这样就挺差的。这梅头没有融入到豆腐干里面，完全摸哦。那部分该难对其实讲冻简单，灵魂是该灵魂酱。佢全部都有该灵魂酱嘅味道，做妈嚟講，還有該一層全部都會炒出來，哦，所以應該半夜凍過分哦，謝謝，滿分3分，落力，希望落力。有氣兩吹，好，等下成績出來，馬上為你出來頒獎咯。耶！好啦，今日成績已經出來啊，馮翠呢得到嘅係7分，藍翠得到嘅係5分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藍翠得到嘅獎品係漸層粉焗3鍋4件組哦，4片哦，等下他又該改了哦，我記得哦，3片哦，4件組了啊哦。這個粉色好適合詹家姐妹。對啦，我們就是紅彩妹妹啊。落力哈。恭喜恭喜！好了，先來談科那你馮翠哦，也拜原動哥代替來嘢來出征，然後替白做出來，佢嘅甘肅心得，老太家分享一下。都派誰來？3百主挺攻。其實藍隊叫放水啦，我想講天道嘅夾塊亂油嘛，佢緊等下夾推機動開吧。謝謝你體諒我們的貼心。對。好，謝謝。恩哥這一次來參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而且第一次跟爸爸上電視哦。對，第一次哎，之前都沒有。哎，還第一次一起煮菜嘞。對啊，而且冠軍哦。吃他煮的飯。哇！因為他在家不會煮飯，就哎，他真的也可以學，可以學。以後你就有天分。弟弟不在的時候就麻煩你幫我煮。就這樣，這是代替媽媽說的，對不對？嗯。媽，我幫你做了。這個錢我今天會拿走。我們等下再來討論永辦。不然想要帶出一點比較溫馨的，對不對？就沒想到我們家是很實際的。對啦，畢竟是恩格來報名的嘛。我是客家人嘛，比較男生跟男生比較不會直接啦。對。不過相信觀眾朋友哈都非常了解咗兩姊妹真更厲害，他們在料理方面哦真的是無人能所及，非常厲害。阿娥姐，老大家分享一下參加嘅感受。今日做料其實係當用心，用每種3000用嘅本意都係安尼。小炒哈，有個適度講，會回味還不上我識啦哈。我就希望講係自家嚟做一個這樣嘅餐安尼。希望講哈，還有機會。做得就剛好就熱天就機會，因為剛才就講啊，人家不看俺都有雞嘛，對不對？隨便湊一湊都可以來報個12場。沒有。我新舊，我咧切菜我新舊都空來切。哦，要用切，所以我們還是要傳承呐，哈，要傳新呐。你看，傳新講到衝邊，像看兩姊妹強下來啊，阿玉姐今天也是夾蛋的部分再掌聲一下，有冇感想呢？我很懷念我在夾蛋的時候。韓白韓回來哦。哎呦，韓回來。哦，他回家就專門練夾蛋。不說呢，做料理哦，兩件事情呢，真係係一件當神奇，又加做啲增加情感。最主要呢，都要做種學種來做，你就發現到你從零開始就做得到彼此家都要料理當中新嘅里程碑哦。係啊，我看你有睇過一家自主哦，你看哦，有年係直接把咁強下來上節目，有年係從細是強下來做出來，無論也不看你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強下來參加一家自主哦。一家自主等你強下來報名，強下來都係你節目當中大屌絲分享任務卡嘅好秘師，下禮拜再見。上來了，拜拜。